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哟，点解我熟悉巴掌店的头家甲头家娘？巴掌店的头家，但是我无熟悉，我无熟悉啦。我咧雄雄甲问，厝内面有一个叫马拉里的人，伊当然嘛唔敢讲，是讲拄则迄个细汉查甫囡仔，伊敢若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，迄个大汉查某囡仔为嘴甲黄的，唔互伊讲。我是毋是应该将这代志走来去甲肉粽店头家讲一声？我已经这暗嘛咧，我若去，万一转来门若我互锁起来是要安怎？哎呀，这啥伊啊！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啦，我规气用拼的啦。美管，你哪会袂记咧啊？阿姨毋是甲你讲过，袂当人讲咱熟悉，啊好食甲问阿姨啊。阿伯会记你知无？哦。建昌啊，啊你去创啥？小姐，钱摕我啦，紧啊！你要摕钱创啥？我要救人啊！建昌啊，你已经互保证讲你偷抢零花，我就无简单才甲你救出来。你即摆搁要救什么人啊？我要救靠送啊！靠送？是啊，靠送去我拖累着，即摆搁互关伫咧孙仔遐啦。建昌啊，你敢有讲毋对啊？靠送甲你关做伙？是啊，我甲靠送关做伙的时阵吼，伊看客用拍甲安尼，靠送为着我要出一口气，甲孙仔理论，结果伊嘛去用拖出去拍，我就去用拍甲吐血啊！靠送吼，就算讲无死嘛会半条命啦。叔弟，靠送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伊啦！紧，你钱紧传的，替我去保证遐走一逝，你一定要救伊啦！建昌啊，你听我讲哦，靠送哦，伊毋是好人啦，一定甲孙才有交结。你上好离开较远的，莫甲有啥物关联啦。你莫白讲啦！我哪有黑白讲啦？黑白讲的是你迄靠送啦。你敢知影？你用关在内底的时阵，靠送伊伫倒，伊来咱兜来甲我讨钱呢。结果呢，你讲伊甲你共款关在内底，你想看觅，这哪有可能啦？迄个靠送伊有啥物企图？伊毋是啥物好人啦。你敢点去？你建昌啊！你莫西弄是非啦！我明明吼，就甲靠送关做伙，伊哪有可能出来？伊哪有可能倒来甲你摕钱？伊毋若甲我摕钱呢，伊搁叫我用地契去救你出来呢。建昌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你要相信我，别去相信迄个靠送啦。我无扯迷啦，我相信我家己，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啦。建昌，你不爱相信我讲的话，来，咱摕靠送来对峙啦。对峙，即摆靠送互关伫咧内底，是生还是死，根本就唔知影是要安对峙啦。建昌，你是原来咧想啥？你莫假使我唔知影啦。你今日我甲靠送，逐工就做伙去甲你冷落着。你今日我互靠送，就带我去啉酒跋筊，所以吼，你才弄到相加，条工破坏我甲靠送的感情对无？你实在够自私，心肝有够歹呢。靠送伊人遮尔好，伊遮尔重情重义，为着我牺牲伊家己啦。结果你无感激啦，无大记到伫咧背后咧讲人的歹话，我实在受无了。靠送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来要来对待人啦？建昌啊，我是你的某呢，我敢要害你哦？你敢若害过我是？我甲你讲啊，你甲靠送的啦，我甘愿听靠送的嘴，嘛唔相信你的话啦。建昌，钱甲起来，我也唔想要说钱甲起来啦。你钱起来啦，起来啦！观音菩萨，请你保庇阿虎兄的身体会当较早好起来，嘛请你保庇婚礼甲美观会当早一日找着，还有计，
大心啊！我甲你讲啦，我是专工吼走转来要甲你讲一个真重要的消息啦。我拄则转去厝的时阵，啊毋对，我拄则吼转去迄个隔壁庄迄个大兄厝啊，陈英昌因兜啊，迄就是我即马住的所在啦。迄内面吼有2个查某囡仔呢，一个较大汉，啊一个较细汉。嘿，甲进前恁翁甲我讲的迄同款呢。看什么时阵吼，你若有闲去来看者，我是毋是你要找的人啦？吼，已经真晚，我就要紧赶转来去啊！啊，若无吼，我若讲锁在咱门口的吼，安尼就害啊啦吼！我来走啊嘿，吼，爱记哦。他们是婚礼，甲美观。阿红爷，阿红爷，你小精神，阿红爷。拄则警察因阿姨倒来讲，搁伫咧等假。有看到2个查某囡仔，一个较大汉，一个较细汉。敢若是你之前甲伊讲要找迄2个查某囡仔，同款的，敢毋是婚礼甲美观？我万岁哦！我应该来看卖啊！哎，小了，文兄，等下你袂用去啦，还是我来看卖咧。啊，好去啊！你即摆哪用得去啦？外口这侪孙仔要掠你，你免得去啦。我来看就好啊。文兄，你若去后头可能拄着，唔愈害，啊！啊，好兄，我即摆无法度管遐济啊。假使讲，伊若真正是婚礼甲美观，就算讲我无去找伊，伊嘛是会讲出来。我一定要来看卖啊！对，文兄，我从你来啦。建昌啊，你上干的是要搁要去倒啦？你想啦，你莫吵我啦！你毋是讲你无要花钱？那咧吼，我家己来找保证啦，我来求保证，甲靠山放出来。这件代志哦，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来担就好啦。建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靠上伊毋是好人啦，伊是咧甲你欺骗的，你哪拢莫相信我的话啦？你叫我要来相信你？较早啦，你叫我相信你，讲你会医好我的目睭，结果呢，我要人家来相信你啦。可惜的，你实在有够可怜的，连做你阿的人哦，都唔敢相信你的话，你家己哦爱我减少啦。建昌，建昌，你起来，咱甲阮讲个清楚。我唔对，我是要骗你，我是要害你。也唔过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好，为着你大家好。啊你敢唔捌骗过我？你甲周文英偷来暗去，甲头生囝的代志，敢我唔是咧骗我哈？你实在无够公平，你实在无够公平啊！我够公平啊你！阿母，你来我呀！你走啊！阿爸上干的，你莫搁遐会生气啦！阿爸，你才在困啦！我那代志你莫管啦！你讲啦！你莫搁遐讲假的我！我去安怎啦哈？安怎？建昌，啊你来洗头壳？确定啦？你敢无看建昌跪楼骹呢？你还讲有这个是毋是人冤家哦？姨妈，阿母欺负阿爸啦！你两个在讲啥？你当家拢在欺负我。既然我在心目中拢毋是一个好人，我毋是一个好老母，毋是一个好家伙，我是一个歹查某的囡仔伙。无啦，无人讲你是歹查某啦，无啦，莫生气啦。阿母是歹查某，阿母是歹查某啦！我是歹查某，我今日拍给你看，我你知道什么是歹查某？好呀，美光甲婚礼真正在内面呢。较水钱来啦。有所不敢放袂
中这日，紧甲你老母下失咧。阿母，阿母，知影唔对啊，请你原谅阮好无？莫叫阿母啦，我是你阿母啦。小姐啊，你是老爸讲啥？阿母，你爸我无要紧啦，不过你莫搁甲阿爸冤家好无？阿母，阮希望你莫每工讲甲阿爸冤家，阿爸会足可怜的呢。伊可怜，我都无可怜哦。小丁，小丁啊，小丁，恁两个爬起来无要紧，哦，起来。妈，恁老母是生气啦，念伊就好啊。咱这阵吼，赶紧扶恁阿爸留在房间休困，哦。好。身体要紧，莫搁再生气啊啦！我扶你留在房间休困啦，起来。多谢小爱卿。我嘛唔知影，咱先莫讲这啦。礼拜四婚礼吼，甲美国较要紧啊，啊若无头前快电话就唔好啊。好，行啦，行。恭喜你哦！你替陈家生一个查甫囡仔，我看吼，为即马开始，应该换我叫你头家娘啊。头家娘，阮从来拢毋安尼想过。周文英，你抢我的后，搁甲阮仔生一个囝，你想我敢会放你煞哦？头家娘，我是因为你腹肚内囡仔是健昌的，是阮陈家的骨肉，唔才互你甲囡仔生落来。即马囡仔已经出世啊，你嘛免留落来。你应该给我，头家娘，头家娘。婚礼啊，美国。阿伟啊！来来，起来。美国。阿伟啊！你是走去倒啦？好，即摆唔是讲话时阵，咱是回家好好讲。哎，小奶奶，我的衫裤。好，去。文玲，别搁想我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别搁想我啦。
以后咱莫去啊，咱离开这个所在，吼。阿好呀，咱离开这是要去倒位？咱先转来厝的啊，我若把身躯牌号摕出来，再过来想办法啦。你敢毋知咱厝已经叫人搭封条啊？是要转去啦？这我知影，也毋过吼，阮若把身躯牌号总袂用离开我的身躯边啊，啊，我嘛袂用看文英安伫咧大楼头咧哭。文英，莫哭，吼。阿梅啊，阿梅，头家药我装好未？装好紧放来啦。紧的啦。小兄啊，你来装药啊，紧的。药我装好。为什么我就安尼啊个人法？大家无听我，红西帮杀我，即马连囡仔都在骂我，为什么因大家拢安尼对待我？我为着要求坚强，忍受安尼多的委屈，对迄两个毋是我亲生的囡仔，我嘛好好教育因到安尼啊大汉，想袂到，想袂到因选骂我是歹查某。我就这个蛋糕，就这一个花后，有啥物意义呢？我何苦搁去烦恼因蛋糕的财产，搁去为因设想？因蛋家大大细细，从来无甲我当作是恁蛋家的人看待。我看破了，恁蛋家的一切对我来讲，一切拢无重要。我无想要讲为恁蛋家做任何的代志啊！小兵啊，你是咧讲啥的啦？哈？这是恁蛋家的素质，为今日开始，我啥物拢无欠恁啊！只有恁蛋家欠我，恁蛋家永远都亏欠我高上顶啊！哎呦，